看今本日分析落来个节目，哇，今本日系半夜版哦，非常好。今本日系半夜版的，大家咧做啲老母下眼睛气中强哈。不过咧，听说要用今本日个事件吼，好好老母下眼相处智能，还会是多个东西哦。那今本日到底用意是咧，当做是到好空闲哦，所以今本日绕墙嘅特别来宾咧，所以大家咧好咧分享一下，大家咧分享你今日来宾其实理解啊，人肉是恰一凤先生。欢迎先生，主持人好，乡亲朋友大家好，阿凤今日就来了咯，来教我乡亲朋友慢慢食健康。真是吼，哎，今日做在绕墙的吼，宜邦信上那个节目地图吼，啊，动不起哦，因为那信上吼，因为有回流。去到广东见，啊，佢係咪信封煙？係全部係信封煙，用去到安嗰打嘴鼓，感覺動情切。因為吼，你係後封煙嘛，你嘅海風彪悍有冇？講係客位樓偏上客位有小可冇形容，係土點的。係啊，喺特別啊，攞宜邦信上廣播嘅時節啊，是講，宜邦信上因為客位講到暗號叫冇哦，其實沖水度推俾睇咁講，媽媽講冇講去就是媽媽講冇是盤，係冇盤好事，所以沖水真的冇下天好像是老爸媽媽聽講客位，講其他位。我爸我妹，他們是你懂嗎？阿弟，哎，可是真的冇簡單呢，因為我爸度吼，宜邦先生跳擺度冇下，係講到中下要講下，叫宜邦老師講係講叫我沖水做到特別睇，係特別睇，大北爽，係喺做啲咯，後尾講到暗號，所以真是係佩服吼，就是大家係學習從宜邦先生嘅用意。不過基本上繞牆，宜邦先生都做兩篇，基本上係半夜版，係都冇下面大家所謂團然嘛，大家聚在一起其中叫哈。不過難免啊，半夜版都冇下。聽說要是到像熱巴餅啊、熱餅啊，凍到係湯啊，而且大家要凍流行烤肉，係培肉啊，培肉係一培下以後，身體就培得快啲，培肉冇上到哈，先培就係。係，不過一開始到鄉親咧分享講，提倡大家做得容易是之前係問家凍基本嘅問題，乜嘅基本嘅問題，大家都會凍在乎講熱量，先你到底是都幾多嘅熱量，那大家來複習一下，到底誰來到誰冇營養地圖。熱量還是不一樣的，冇強嘅。你差不多都講誰來誰沒哈，還有啲走條路係走埋條路，因為是走下粗蟲嘅條路，因為係強嘅條路，其實冇埋強嘅哈。因為你行人台體都講吼，走下條路過下都強鬆啦哈，唔是講吼出動都好難哈。天時美麗啊，咪下簡單要機器人聽走哈。差不多哈是男人哈，你講哈，你目前嘅佢嘅體重哈，比如講要男人講啊，今年哈。差不多60公斤，好，60公斤哈，你是這個乘以35，是差不多1800左右，係差不多你是按多哈，等什麼因哈，差不多30哈，乘以你嘅體重，哈，比如講你50公斤，好30好啊乘以50是差不多1500斤，哦1500大卡，係什麼意思？小可下少掉掉，係啊，咱鄉親朋友咧複習一下，不過吼唐先生講係講你係50公斤嘅什麼呢？因為你一下冇從跳擺等你做攏死，係啊，甚至從來都什麼呢？上班時要操到辦公室，有冇人痛啊？有冇人痛？係要緊實啊，要緊實。不過唐先生講係講以什麼呢？50公斤來講，人嘅長度1500是哪嘞？很少，都唔少，感覺一下是超過房咧。係啊，一下一隻偏度是88嘞，錯冇？你要用不過呢個是東西。凊彩照片都888，就等於吼試下去，還是到人大有時排隊吼，啊結果吼啊，然後伊就減咗唔會有奇怪，啊跟體重吼，然後唔會減下來，其實吼當當然是超過，其實個錢你也差唔多當到什麼因吼，上次營業是差唔多500、600，吼上次營業是到3000，所以你啊營是講有上次是當到，吼上次冇是減上減配，吼像安尼唔好，安尼下去是講吼安先嚟個膠原蛋白唔健太的，好老下嘅，係，所以最好是講吼，你等於平均是吼，係唔會老下嘅。我是我先生講嘅非常嘅重要，大家有談到冇吼？就算因為降配咪會凍住原用嚟講，咁嚟講哦，基本是300是300熱量，300嘅熱量是好嘞。上次講哇，伊還有暴飲暴食，這樣反而不好，它電都唔好。不過咯，鄉親們在複習吼，師兄先生講嘅，其實每一個人當然需要嘅熱量冇強咯。不過大家要請注意一件事情哦。
根本也半夜半，什么已经1580来，谁讲你1080来？唔过先生啊，问一下，请问一下，热巴饼系咩热量不松果？其实吼，跟热讲饼来讲吼，热量吼会降时因吼，安先看吼，了到吼热量是差不多其他，因为按太早个，冇想过，应该3早才按因的220哦，200你唔系按因啦，你差不多了，就是讲你50公克，50公克是差不多几多？像迄时个凤梨饼，像凤梨酥哈，按1只一只差不多50公克哈，等于是像个双蛋黄广式月饼个一只系讲伊几只实体落去，差不多400包这种体哈。韩可热讲饼很蛮做，有的热讲饼是吼，你上次吼，你饼大概个卫生纸当个饼一下下去吼，个卫生纸骨还油，个是热量还难高。嘿，台铁咧讲吼，个广式月饼的热量还高，因为佢做个系冻到通啊，揉下去吼，就对饼还久。哦，台铁咧讲，减配已经进去下冇都，进去总得是甜度。嘿，冇是甜度。大家有看到啊，比如讲，大家会滴讲哦，安样个热饼啊，佢嘅热量冻高，从爱冻好是嘛，爱冻好是蛋黄酥、柠檬酥，我觉得很好食，而且柠檬酥细一扎，又冇喺想讲哇，系讲100做得是到2扎3扎。嘿，不过佢可能一扎，市场先生讲佢50公克，佢嘅热量是200人台大卡。系，你看200，等有的个木头沙吼，还加埋柠檬酥吼，佢差不多230台大卡。其实当等于讲，佢差不多是1碗盆的量吼。佢最主要咧讲吼，强调到吼。柠檬酥吼，一只问题是讲，因为佢啲白汤冻到，酒又冻到，吼，等汤老酒强下去，cái酒吼會吸收係100%。它哪会太扣？嘿，一般来讲，你上去油做的平面，如果是种蛋黄酥，它会完全吸收。嘿，因为就通下去吼，cái油是已经吸收很好。等你打上去油吼，上去按你微草膜把它过来吸收好。等又通下去吼，cái氣管、cái身體cái油就不到動氣管吼，是不容易嘅。油過係吸收到強，過後邊嘅配重藥下去吼，配肉啦，配肉。所以哦，鄉親朋友，你下可能凍到係新嘅餅嘅時節，你睇下講哦，對注意嘅料，睇下說，小少捐下，係唔係講總的是，做得係。我講是你啊，基本你凍好是基本是5扎6扎，哎呀是長油。其實你講餅係啊，你講餅差不多下酒頭30點是提好哈，所以你是你講餅做得目前都是好啦。為什麼是3-4點是？其實吼，因為來血糖有冇？其實台鐵咧講，就算是照以後計下血糖還會高，跟落因為身體嘅荷爾蒙有關係。好，台鐵咧講，差不多下酒頭30點計下血糖會降下來。好，像個已經是講，是下酒差，然後是啉到茶，配到餅，咁樣嘛，因為計下血糖會降下來。所以先生講嘅是個，唔係做唔得是，唔講因為寫時間所以挑時間來寫，下酒頭是下按圈來。好按圈，係，好，他就都應講個核桃鳳梨月餅，你咪當等於講吼，啊，像啲冰淇淋月餅，你感覺可能熱量冇人講，唔過有啲冰淇淋月餅你種下有到，咪當等於講，尤其有到個米格類嘅冰淇淋月餅吼，係，應該發結類嘅冰淇淋月餅，冷冰冰嘅月餅，應該是咁我當好食吼，唔會油，其實冰淇淋好食吼，佢係用油去做嘅，哦，油湯油凍凍，全部都油，哦，所以鳳梨餅啊、水果乾月餅，大家係當注意。其實簡單講咧，而且月餅嘅熱量都非常高，熱量都凍高。小可捲下啦，吼，有啲東西其實最主要嘅油甜啦，吼，甜油啦，吼，譬如講吼，這麼一時調到下去吼，還會又咪還會皺紋，還會老啦。安時候睇叫陰降，睇下冇降啦，會變老的因為降啦。你下唔係是降配條，然後降老。我講到你下線上有不應該動好嘅提醒，其實你用進修型嘅餅下就30兩時也不錯。唔過呢，其實寫寫做啲配量差，係配量差又可以解油膩，唔過又做啲講啊，唔是講140度按多。係哦，咁唔過配差要做學門咯，係唔係普通嘅差是做啲事啦，有啲差你寫下去嗬，咁你講表示唔係過下吸收哦，唔係差呢，比如講嘅藍莓，好，因為寫嚟差嗬。好，像你啊藍莓茶，因為佢啲咪要好個花青素，花青素是下去以後吼，因衝到就到會留個湯吸收嚟嗰度東西吼，嗰度
效法酵素酶吼，佮活性是唔健康的，吼是等于通唔会容易吸收氨豆，不佮是讲伊讲别人本来伊贵还会吸收的，等于吼伊讲别人陪来蓝莓茶介下吼，伊吸收可能减得至少减得1/10啦，莫讲多多啦，是冻豆嘞，嘿，因为讲俺买唔到个蓝莓茶，又买东西做的呢，其实还有其他像个洛神花，地讲新闻吼，莫是关于乡亲吼，底下个洛神花吼，嘟吼冻出啦吼，每做的个洛神花拿来泡茶来形容吼，因为洛神花底本没有花青素，吼，等2毫末呢，还有好像是个桑葚，好。桑葚地本哈没有花青素，没有帮助，没做的哈，不能是你讲别哈，吸收做的减，差不多是减1/10，哈。汉天一行是讲哈，做的帮到茶啦哈，帮茶意思讲哈，茶最主要是讲像在不管你系。不良啦，吼，啊，莫是风差啦，莫是个呛差啦，吼。其实差的目的是讲吼，就上些讲别地方就都有过氧化物，吼，是下面还会尿，慢慢讲还会酒，还会卤吼。伊必须都擦下去吼，是面还唔会酒，至少吼做啲抗氧化，做啲平衡下吼。他认为是泡好茶呢，你是你讲别下去吼，上些胃唔会消化肚胃肚，吼，上些讲哎呦，我奇怪，我胃要胀胃肚吼，胃干枯，啊是得泡好茶吼，是你胃肠还会痛痛，是还有帮助你的消化，嘿。有等于是我做咧帮到普洱茶吼，普洱茶没有帮助啦吼，普洱茶因为基本因的血油吼还降下来吼，上次没得帮到普洱茶，嘿，莫普洱茶卖清楚掉吼，莫卖调贵啊，卖到对对吼，嘿，还有到地位个普洱茶调旧以后吼，记得有球普咧吼，球普咧吼，好，其实我感觉吼，你也是普洱茶吼，不仅吼做以前阿公阿婆肯有老茶吼，陪因他讲嘅老茶咪当好，或是因个酸甘茶，酸甘。酸甘茶咪当好哈，还有人讲个山楂哈，等山楂是还算啊，因为人讲山楂没，记老个蓝莓茶也是形容没有花青素哈，花青素没做得不，你还没吸收到哈，没就会帮助。哦，乡亲朋友，谈到怡芳老师我少解释哈，我哈清楚有差哈，系冇咪做得是卖差，所以你还是在提醒大家，我大家想是热病热发病或者陪到差，哎用就是到好控制，唔会吸收到按到个油气，佢还有冻到个东西啦。第一次做呢度，大家分享，大家先聊下，等下就整啦哟。今日当番伊就咧绕墙度，茶怡芳先生对个节目地图啦，大家咧分享吼。哦，公公介时节就对เรา先生咧打嘴鼓吼。公公幸福改时青啊，公公你小时候的记忆啊。系啊。不过等下其实都有意思哦。像乡亲朋友又动到未？你动到乡亲朋友未带到幸福，带到观音啊。因为你讲偷懒啊、做白啊、喵咧啊，都咧还有像动谱南部和动到你个客家乡亲朋友。不过今日呢，茶先生打嘴鼓特别亲切的哈。因为客家是穷人诶，幸福客立皮汤客有冇咪窮啊？有一些冇窮，沒冇窮有一些冇窮哦。不過不管原因哦，總係希望講在度冇窮嘅語言，冇窮嘅腔調哦。你講腔調就你啦，鄉親朋友接觸，感覺冇窮容。簡單嚟講，基本嘅半夜版佢哋大家都分享哦。我客家人突然之外去到底用嘢時候，唔會講是強到嘅油，是強到嘅湯。上台呢度大家都分享講到呢講是熱講餅兩件事情。不過其實除了是餅。聽說不是油，一定要吃柚子啊！而且特別細細個時節吼，眼啲先生有冇啦？眼界眼記哦，個油是聽下到個油皮拿嚟做帽子。有啊，有冇？不過你一下嘅聲音講你好冇，不過佢油就當到個優點，你講當到個好處，不過還係要注意呢個問題。其實莫是提到時候啦，差唔多2時候，因為油哈最主要是講佢啲咪要個湯粉就含果糖下倒哈，有等於是下意思講下會個湯還會挺痛，吼，上次有等於下冷淡嘅時下去吼，是下會個人們講這片數就下夾到吼，係還是做唔得，它就等於是講像油啦個葡萄柚其實是窮人嘅東西，
错，好，因为等于从来的水果最好冇老早去强下食，好，小可那时间留去分开下，还安全，好安全。其实柚子的热量没易够哦，系其实唔会少啦，哈，不过油吼，底部含有当到个维他命 C 哈，其实对身体有帮助。有哪条感应有尽量莫食强度哪一类型的？糖尿病因呐，吼，莫常放射食啦，吼，还有血脂调高的因呐，血脂调高啊，总的，嘿，因为咧都天分多，血脂会高。大家都冇注意，大家都是油的高脂，唔过其实佢嘅糖分啊易高，热量啊易高，还有些肉的因呐，肉唔好因为冇青苔乱食，哦，去上次去食你是调高，一下是太倒下去吼，食落食冇清吼，食你是调高。嘿，基本伊度两片咧，绕墙度欣赏吼，欣赏要特别到大家都小解一下。其实是油的系在当控制，因为佢肯系要当到个好处。不过上次讲，油出了做啲蛋肠安样是佢肯系做啲做一条冇强嘅料理，同嘿，冇错。比如佢肯做啲做沙拉啦，嘿，其实运动简单到对，有得炝菜、沙拉炝菜，啲人我本身买到嘅炝菜吼，沙拉炝菜难去种啦吼，你本冇冲来吼，特别注意吼。比方到就到优格吼，我是啲就四大优格当简单的四大优格吼，啉上去吼，含个油诶吼，留个肉白白去咯，留个沙拉球哈，白，比方到个沙拉蛋糕吼，留个优格表下去，再比方个炝菜蛋糕吼，比方到染老夫教是做得嘞吼，还是最简单的沙拉，就等于是讲吼，我做得油吼，做个顺时吼，就等于是讲油诶汁吼，油留个榨汁吼。撞到该酒下去，变90遍顺时下去吼。其实你爱没做得，它就等于还简单是讲吼，我油吼留个慢啦，油打油个接种起来吼，留个米醋吼，强下咪叫做做最简单米醋，因为做顺时诶吼方式有两种，一种系用酒本身慢慢变顺时，好，有的是讲因直接变到该顺时地位度吼，是做得的吼，两种方式做不要做得。所以其实简单讲，原来度了解知道乡亲朋友在分享啊，其实油呢按大强其实用线上讲的，你也做得做沙拉，系当简单又比如讲优格是做得嘞哈，你也做得做顺子啊，系冇啦，最还有一种方式像果酱也做得，果酱啊也做得，还有烤肉酱，线上烤肉酱也做得，其实当简单哈，水讲该个果肉啦哈，油吼该肉白下去哈，比方都该买，你可能就买顺时下去，就是讲苹果醋啦哈，冇该梅子醋啦哈。莫是讲我那紫苏梅按两板下去哈，按这个果汁机打下去哈，是变动和该烤肉酱。两种烤肉酱有好处，佢地白当到维他命 C。错。你是朋友该下哈，是唔会讲我朋友地白哈，有的东西哈，对你身体还会不啱。错。你下去至少下平衡下去哈，至少还唔是按修理。冇强咯，有风味餐的感觉。其实当奇妙嘅一件事情吼，你哋喺度推班吼，大概大家就喺個半夜嘅時間吼，都無法避免朋友兩件事情。大家每次都可能朋友都有意思吼，所以也係一種氣氛呐。唔過朋友嘅時間，大家未少，除了是聊到朋友是聊友嘅時間，一般原因都會去買當到嘅朋友獎。对，用朋友獎，用酒動向。我線上解下有講到，其實油嘅嚟做咧做油嘅朋友獎，還有一隻特別到鄉親會分享嘅，是藍莓、蔓越莓。蔓越莓朋友醬，其實蔓越莓吼朋友醬當好些，你就要配合雲莓做得吼，用下雲莓做得。其實當簡單，我袂買個貴包哈，照個蔓越莓果乾哈。蔓越莓果乾去做得撈的蔓越莓果汁強下去哈，牙是不去煮過以後哈，然後撈到投入到副醬哈，強下哈，比如講果汁機地位打一打哈，是變個蔓越莓個烤肉醬，去朋友醬哈，其兩種醬是起來是跟肉是。人梅冇強喎，因為你本來肉感覺澀嘅哈，比如下鹹肉是按鹹冇澀哈，是感覺下因為佢酸甜甜，其實都好食。所以吼，鄉親朋友吼，係講你下很多一邊看電視一邊朋友嘅鄉親朋友，所以你做啲買落個朋友講，其實做啲考慮線上講嘅，像係那水果有關係，水果果汁有關嘅朋友講，係是水果哈，然後一點點調就下去，果汁機打哈，是做得嘅。係啊，啱啱吃到嘅像我啊，也會是朋友吼，不過上次朋友是會吃到同行，係因為你會吃到朋友是因為烤肉醬見多，你大家會吃到，因為是些香，不過大家會想係講你是按用來朋友加點果汁帶朋友咁配下一類，有時候香甜，那個滋味不一樣。滋味還冇形容，還好笑法。錯，不過講到兩片呢，鄉親朋友吼，朋友還係有啲秘訣要注意，因為有時候朋友還係懂得注意，師兄先生講係講你朋友係講陪到。
香佛、草豆佛，木体啊，总得，那对身体唔好。咱朋友其实吼，最好是讲吼，像有的朋友配介啲白酒吼，等啲到介佛坛啲白度吼，介崇尚来染吼，其实对身体体唔好。真的，真是，因为大家讲，因为讲朋友嘛，啥唔好是当香，从嘛有朋友香香素素。不过其实您讲吼，朋友是强度啊，比如讲像烧焦的地方是总得是，因为那样会致癌。致癌，有可能会太冲，还会不啱吼，还清掉唔好。嘿，像癌一家个缺点是，因为朋友的世界会起到那个烤肉金沟改世界起到都有意思，这个狗仓地图好像都有该种个气氛，结果一时个40百件强行的，所以俩看事情啊，还是动物主义。嘿，是强行下去吼，天气吼面色还重哈，什么你没冻酱哦，还什么玩酱哦哈。嘿，对那边呢，现场有特别来讲到，譬如讲，其实你讲我们在朋友之前也难免都会先把肉腌起来、卤起来，所以那边有特别讲到像辛香料，还有你讲啤酒和鹿妞，也是可以减少异环胺。其实我认为吼，你朋友最好是讲吼，有的人是讲吼，我朋友建议配不熟嘞，我建议是讲吼，最朋友吼，你小口本机先吹下吼，板上手盖下长了配，但是唔是配长久，好，因为介都强调的唔好东西提红是油，哦，提红是个火焰调台，等于吼等小口本机板上手长来配下去啊，是唔会就安问题，莫是讲底下有的人是我看有的原住民当地还叫个石头鱼朋友，石板烤肉，其实俺也提个案先。因为佢摸个染，其實等於講係從個當個染的事，你就比如講石板當個吼，其實是唔是因為佢度按佢度砂鍋當個吼，不宜種不宜燒解下吼，什麼染的問題，我是吼上次特別就同時間就種間從應該鐵板來形容鐵板朋友用安嘢方式嚟做的，所以線上提倡大家，其實朋友唔係講做唔得，唔個朋友該染從到該扭，好是咪背間扭好唔好？係，啊上次有講講，因朋友有些魔術，那你是咪建議陪佢，可能有舞台有做唔得，好，所以其實除了從你講苗用跟談火與朋友之外，其實線上嚟講，你講石鼓啊、石板啊，然後鐵板朋友，然後一種當好嘅方式，鄉親朋友吼，其實還有多多嘅電視做得到，大家嘅分享，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嚟。今日當歡迎做啲繞牆道，茶幾坊線上呢個節目地圖啦，大家都分享哦，半夜版哦，當歡喜，大家始終強下，咁個是東西還係注意啊。葉餅聽說做啲是，唔過做啲是強度，做啲配到茶啊，現場梗要建議啊，像鮮榨茶啊，我咪計普洱茶、藍莓茶，大家做啲配用個配用先係注意哦，咁係做啲是一下是強度，靠配到從烏嘅時間去做唔得。線上梗係要講，像係配用嘅時間，將配魔術做啲先煮過，像小口煮過，小口吹下，有人講微波爐啦，微波爐未做得，小口不喺板上熟咧，好可能還好啲啊。因為上次朋友係一種氣氛嘛，感覺都有意思。咁我線上這邊提醒，好讓大家咧來到上去咧摸一下哦。等下大家朋友講，不要莫講本機燒焦，總得配到安霧，因為只東西都好溶，鋁箔紙。係，其實鋁箔紙我冇建議講太差好種強度，因為吼喺唔啲講啲東西都帶冇有的人講有問題，有人講冇問題吼。咁唔過就是上次你上次朋友介下吼，配到調酒吼，啲把鋁箔就出來摸吼，冇是講吼，上次吼朋友介下吼，介啲把吼，比如都介順嚟果汁到啲把度吼，有的人係種可樂吼去做介朋友醬，啊你調順下去介鋁箔紙介鋁吼，咁鋁箔就出來摸，有的研究講鋁就出來上次是因頭會戇，吼老人痴呆症，不過有人還特別注意到。係啊，所以其實老大家都建議嘅時間，唔係講哦絕對做唔得溶，不過大家來溶嘅時候係都注意，可能係有啲問題。冇使用就啲學鐵板啊，冇使用其他又不鏽鋼啲，冇使朋友人去做朋友板，係咪做得啦？錯，所以係講做啲冇直接接觸火，是盡量冇直接接觸火，冇用到染是冇用到染。係講你聽錯用鋁箔，係講用其他嘅鐵板、石
菇做得取代，好像是禽流安用肉。嘿，你看个香港人叫香港人有石板烤肉，有冇？香港人的烤肉，佢当个是个铜板啊，就冇是其他铜盘烤肉，佢烤肉，佢基本要配肉，基本上都配肉，不过佢有佢嘅方法，係咪好啲嘅方法？講過說啦，先生講嘅哦，我先生你行人講吼，性慾嘅時間吼，當有冇性慾嘅時候是一些肉哦，當然你講肉總得是聽到，不過性慾係有一種東西講，我們本大家好像會大腦幸福分子，嘿，因為吼肉裡邊吼就含個氨基酸嘅色氨酸吼，是，從來都色氨酸是下去啊，因是講會講有等於有。焦慮症，或是傷心，係咪生理嘅原因吼，是一定肉下去吼，佢腦裡邊嘅多巴胺吼，你講色氨酸會下到，實際是下會輕鬆掉吼。又買到來到肉裡邊色氨酸下到呢，睇睇都講鈣吼，鈣強鈣雞胸肉，吼胸脯肉吼。莫是佛鈣哈，佛鈣係冇意思啊，冇使是佛鈣哈。像那啲胸脯肉啲咪唔係好多哈，莫是小豬肉，哦，莫是就等於講秋刀魚啦，哈，那啲啲咪就該色氨酸。不過像那色氨酸而不幾下多哈，上次有啲澱粉的東西哈，比如講哈，澱粉哈，比如講你會變到你其他的東西，你就得配到包燒，哈，莫是哈，你就得配到該熟該咪麵包哈，莫是配點盤下去哈。佢嘅色氨酸吼是會較難多，較難好。哎呦吼，所以其實鄉親朋友，唔係講係鼓勵大家講哇，動性慾，唔過老大家講，做埋大家講，是啲肉會有本有幸福嘅感覺，唔係是甜食甜，是啲肉會有幸福感覺。咁老大家都分享，因為佢裡邊有一種東西色氨酸，嘿，我先生有建議，我佢係講配啲像爆香米嗰種東西強下是，是會有一絲絲嗰種嘅效果較難加強啦。好好吼，唔過到兩邊大家。配肉嘅時間是肉甜甜，當然咪配到嗆菜都是，這也不錯，什麼哈竹筍嘿，嗆辣椒啦，嗆辣椒，嘿，還有到茭白筍啊，吼，像那啲，我就當然配到番薯咪當好。係，咁個你幫人配肉啦，外國人配肉冇講，外國人配肉係說只是肉甜甜，如果你幫人只是凍厲害哈，你攞配肉嘅時間哈，除了先生講嘅像係嗆菜嘅東西，還有當到像係乜嘅，你講火腿。哦嘿，好，還有熱狗、任葱，還有改東西，如果有這個東西要特別注意，你買改東西都是還是要多注意，對不對？其實應該朝題目展現台下實習該買任葱啦、熱狗、任葱兩個東西哈，因為哈，兩個像該熱狗、任葱哈，因為佢做唔得高溫呐，溫度調高，好溫度調高下去哈，佢哋會本啱東西會上下拿到，哦。盡量像任葱吼，最好是講吼，莫上配，你真正是配任葱吼，你任葱先煮熟咧，過下煮熟咧吼，再拿出去配，吼，按時唔是配長久，吼，唔會有問題。喺任葱啲東西，等於莫配熟吼，這樣地本莫好吼，上次就等於會有個肉毒桿菌的問題。哦，特別注意吼，小口煮熟，咁去配下安全。其實簡單講起來，配肉我哋家下要講到，可能係一隻高湯，一隻稀飯，所以是像先生講嘅，你單葱先去煮熟來，用水煮啦，用脆度做得，兩種嘅方式。然後單葱煮熟咧，你再可以配到香氣是好咧，冇錯。其實好，你填包脆脆嘛，當簡單，你表到水下去，佢唔是插機一下子脆熟來啊。係啊，喺個梅咪唔會滯哇，因為後冇加水去煮過，佢梅嘅調讓。不過加水去煮是還好。啦，有對下唔好東西會水煮睇下安全。係，所以其實講起來，按用食下來，唔是到時候，都是唔是到包 BB， 是到包 BB 嘅時間有健康嘅部分，有做得好骨頭。咁講到兩片，其實除了配肉先生講嘅，你建議嘅時間像係嗆菜做得配，好，按用東西是對身體有效好。咁講，無論用人配吼，還是要注意冇燒焦，吼，冇嗰個燒焦。係，咁講到兩片嘅時間，先生按用建議幾隻節目到兩片吼，到兩講到非常的。完美，到底下開始非常嚟完美，又做得是到茶，又做得是到熱巴餅去配肉，難免什麼人吼，你還冇講什麼人，誰來你沒看到？還是會想要吃點甜食、甜改東西，從冇？沒錯，所以甜改東西有些是還可以動注意哦，有一些建議。
其实甜的东西吼，我感觉不管是男人什么人吼，甜的东西吼，像该也讲冰啦，要甜的冰，要通通冰冰吼，尽量莫想到，因为俺是听到甜的东西吼，伊下干会爆酒。吼，很有容易是甜的是应该高汁啦，嘛一到饮料，也到甜的东西是听到的吼，很会有容易会个痛风走出来，吼，很什么因是听到甜的东西，除了太口以外吼，还使用唔健康，吼，个配肉会加多，很个胶原蛋白会减下少的，饮食下降老，是甜的东西唔会后生，是会变老。跟赵先生讲，其实最好是莫是甜的，系吗？稍稍是，你想是稍稍是，其实安尼有建议讲甜的东西，因为吼，因的热量莫超过5%，其实当少，很少诶。系像先生讲的，系讲什么？你是做的是1500大卡的热量来世界。先生，你说5%，那可能连一小块蛋糕都没法度吃到。没法度，嘿，没法度，尽量吼。990白甜的东西身体还好啦。990白系讲像大家讲细胞盘的世界有那跑比咖比都跑一张轮廓，那就太多了。强度今天按挺好。苹果仅是系讲还有一些世界哈，大家的哦，像山粉圆也可以吃。好，等你也是该好，像山粉圆也有的意思更好的，我不当好是个珍珠奶茶啦哈。其实个珍珠的本哈，个珍珠其实用个偏离粉到泛素粉去做的吼，然后粉来添淀粉东西是多是还配，它那淀粉代表嘛肉丸末的东西唔低吼，等于山粉圆嘅效果是然后个珍珠球容，如果肌膜嘅热量，山粉圆地本吼，佢有当多膳食纤维，吼，那膳食纤维没当好，是它是创下会痛，就等于说上次吼，我嘴皂吼，我姜太口，我想吃到柠檬水吼，柠檬吼，你要当时行。柠檬吼，其实吼，这个像个柠檬来批吼，佢地本有冻多好东西，泡烧水嗰啲好东西就会走出来。泡烧水，嘿，泡烧水好好。你可能大家唔知好，可能好，因为大家会说我们要喝冰的，对不对？冰凉热天度冰凉冻好啉。嘿，古早柠檬下去吼，批做啲泡烧水，吼，像冲烧水啉。地本肉吼做啲冷水，两行效果其实冇咁所以批到肉会分开来，好，所以批也是泡烧水。嘿，好，肉地不泡冷水。嘿，其实有等于讲维唔好，伊是批唔会有问题。好，是批唔会讲维生强度，肉就会维生强度，因为肉地本系维他命 C， 咪酸核酸。好，个批地本吼，其实冇啲批地本还有柠檬苦素。还有其他东西，但是那边糊的感觉，它了到做了到东西，做的帮助安尼干吼，做解脱吼，它了到东西吼，皮的东西像伊是该种肉有个陈皮有冇？有。陈皮是它里面是讲会感觉胃下松松，好，像讲该柠檬的皮吼，没有该陈皮的成分，穿陈皮素，其实它是吼胃下会肠胃下会疼痛，它唔会有胃酸，胃唔好伊是皮。乡亲朋友啊，大家有谈到冇吼？基本线上有特别多，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柠檬其实有好处非常爱多，优点多多。果肉啊做的是，皮啊做的是，功能冇强咯。不过今日节目健康到两片吼，哇，感觉时间过去冻结吼。线上从头咧节目地图，大家分享暗好介第四站做的。基本半夜版其实也提倡大家咧，除了做不大家半夜版快乐之外，汤好重要嘅事情是提倡大家东西做的是，不过用饮食好控制。最多东西做的是，莫是强多，菌粉体重啦，讲到两片，大家有记得吗？热花饼啊、油啊、配肉啊、酱料啊、配菜啊，甜嘅东西，大家要注意到两片非常感谢先生，今日来到下边，让大家来分享。是莫先生，好。乡亲朋友，讲到两片呢，希望大家做啲过节过到动快乐。唔讲看睇节目，食了东西过后，还想强烈嘅乡亲朋友聊一下，等下天天线上咧走人同了。